单排面。啊，恁大家嘛会使叫我山猪，因为我较早伫游览车面顶伫咧卖山猪肉。等我一下哦。各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阿公阿嬷，大家安大家好。各位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阿公阿嬷，大家安大家好。阮头爸有讲，阮兜的山猪拢食素的，所以你若食早早的人，囥伫咧喙的，偷偷含的，含到早点才吞落。对，我就是迄个自细汉伫游览车面顶骗阿公阿嬷骗到遮大汉的山猪。哎呦喂啊，骗到遮大汉，你甲看卖咧吼。平常时的兴趣是唱歌，专长是变魔术。哎呦，想要看？想要看的人，哇，大家拢点头讲好看，啊，毋是还袂看。其实讲到遮已经有淡薄仔喙焦，拄啊好，我看到恁边仔拢有水，毋过迄恁拢啉过啊呢。但是袂要紧，因为我有传速讲，只是这速讲较特别小看。因为这速讲是一支较大，哎呦，夭寿，较大。你迄是安怎唱这个遮大支的速讲？这有淡薄仔过气啊啦，哦，大无怎会出来就对。对。这是好速讲吧？来这个节目进前啊，每一个人都爱写一张介绍家己的表，内底有一寡问题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其中有一题，伊问讲，你平常时有啥物特别的兴趣无？譬如讲，跍伫涂骹看狗遐。我看到时阵想讲，你哪会知？毋过我拢是用坐啦，跍的嘛伤忝，迄狗遐行路遐慢着，我就想足久，毋知要写啥物兴趣啊。总无可能写讲我的兴趣是去游览车面顶骗阿公阿嬷吧？拜托诶，迄是专长。所以无法度，我就只好写讲我的兴趣是去庙内底拜拜。然后伊佫问讲是安怎你会有这个兴趣？我去拜拜就是祈求平安、借钱免刑，免做工课就有钱通摕啊。所以我就写讲，咱无法度去为难别人，只好去为难神明。你无看到迄菩萨拢比安尼吗？就是你有啥物问题找伊，会使啊，伊无一定会甲你斗相共安尼。啊了，我就继续写，伊就讲问讲，你这世人做过上痟的代志是啥物？我想了足久，我遮正经的人诶，哪有可能做过啥物足痟的代志？毋捌做过啊，无这种代志，所以我就写讲，我伫电梯内底放屎。我写完才发现，伊下骹有一排足细排的字，伊写讲，你爱真正有做过这件代志，才会当甲写起。我惊一个呢，好佳哉，我真正有放过。我是自细汉伫便所，毋是便所，自细汉伫电梯内底放屎。大汉了后去游览车面顶卖山猪肉，今日徛伫遮，甲大家练喙花的单排面。多谢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单派面。我今日要甲大家讲，奥客毋是恁想的遮尔简单。我感觉奥客是咱大家生命中的贵人，看到贵的贵。我的工课啊，定定拢会去拄着奥客。我是讲，我拄来台北伫便利超商上班的时阵，毋是伫游览车面顶的。游览车面顶的人客拢足好的，除了足爱应喙应舌、足爱抬价、食做试食佫不爱买的人，其他拢足好的。因为常常去拄着奥客嘛，所以我就看册，指恁出2步会使对付奥客的方法。首先，你爱先甲奥客当作是你的朋友。第一步，伊心情无好，你爱先甲关心嘛。啊，甲关心了后，伊会开始讲嘛，所以这个时阵就要顺着伊的话讲，莫去甲应喙应舌。安了，这2步就好势啊。了后有一摆，我伫咧便利超商咧上班的时阵，一个阿伯行入来。伊就咧饲迄机台啊，伊饲拢饲袂好，伊愈饲愈气，了后伊就怎啊叫高，伊就我过来讲，
妹妹，你是在创啥？是要让过来斗相共哦？我想讲，伊是我的朋友，我爱甲关心，所以我就行过去，我就讲，阿伯你有啥物问题啊？是有小狗病啊？叫阿伯起笑开始学袂肥咯，讲妹妹你这电话是在创啥？了后我就想讲顺着伊的话讲嘛，我就对迄个机台讲，你这电话是安怎做的？迄阿伯咧甲你讲的拢歹甲应，叫阿伯看我就讲，哦。就歹拄着比我搁较小的，只要这两步，以后你的生命中就无拗客啊！我是单派的，多谢大家。大家过好好无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单派的。你若感觉我的台语名足歹念的时阵，你嘛会当叫我歹名啊！因为我今日放这两错，就敢加抓咧，真的是歹名啊！迄天录影结束的时阵啊。阮迄队生了上悬的，伊就行过来甲我讲，我感觉你会当写 A 人笑话。我头讲，我哪有 A？ 我阮兜上悬的呢。结果就甲我讲，哦，原来你写作安尼哦，我即摆才知呢。无我平常时我敢会当看到你的头壳顶尔。我感觉生了悬的人一定是甲阮轻生，因为呢，若是火灾来的时阵啊，生了。的人，伊毋免拍的，就会当吸着空气啊。迄烟拢去互悬的人吸完啊，而且悬的人真足辛苦的，除了爱骗别人无洗头足臭的味以外，伊阁爱摕足悬的所在互下人。啊若落雨天的时阵哦，应该负责压雨伞哦，因为若互阮下人压的时阵，就会变成安尼，那敢钓鱼啊，去人交咧行。虽然讲生了悬是一件足辛苦的代志，但是阮妈嘛是有甲我讲，细汉就甲我鼓励讲，你爱生互较大汉的哦，安尼以后才会当饲着咱兜电梯的楼层。我著细汉时阵就是因为饲袂着阮兜住伫11楼，所以我才伫电梯内底放屎。大汉了后呢，嘛是无悬，可能是报应吧。所以阮妈嘛是阁甲我安慰，伊讲。查某囡仔会当大甲你大度，若查某会当大甲2五。我就甲阮妈讲，哦，所以我是腹肚伤大，才生袂悬的吗？阮妈讲，毋是啦，我是讲你会当大甲你生囝，囝生出来的时阵，你会讲会当悬2公分。我就甲阮妈讲，哦，无怪阮班迄个上悬的查某，高中就偷生囝呢。多谢大家，我讲煞。三个车啊，伫咧伊讲煞的时阵，共一个时间拍落。我咧等啊，我咧等。我拄则有看到你，但係我最認真看。我咧等，但是我無等到。是。啊，毋過我對頭到尾攏愛情嗎？哦，人某伫咧外口等琪琪，我愛你哦，琪琪啊，我愛你哦。愛情的過程是有啦，是幸福無趁着。我咧等阮丈母先走。我有迄個，我會聽到尾是因為伊的聲音最有特色的。我足介意的聲音，你有激無？你咧講笑話的時陣，你聲音敢有激？是你原本就這個聲。講台語這個聲。對，所以你的聲音其實是你的武器。好。你會當設計一寡這種聲音的劇本，你就會比別人較厲害。有這些優點的，啊，不過伊的劇本有較弱。所以你其實吼有淡薄仔可笑啦。我感覺伊的迄個本質袂歹。感覺講敢若伫咧背本的迄個感覺有淡薄仔重，就是你敢若一直咧想物件，一直講，無咧甲觀眾有互動的感覺。所以講這問題就互大家認為講我無法度入去你的故事內底。個人是感覺講表演，伊就敢若親像一個廚師伫煮物件。伊摻這個菜，迄個香味有出來無？邊個人的胃活來無？啊你吼，你的色。你的香味，甲你最後呢要食起來迄個感覺，攏愛互人大家感覺我有參與咧內底。就敢和平頭講的，我行袂入去你的故事內底，我一直咧等你形容到尾啊，有啥物爆點要互我歡喜，要我快樂。迄個菜要硬起來，哦，敢若看我都要流喙瀾，但是迄喙瀾一直流袂出來，所以迄個感動性，後壁的所有的選手你愛記。你的腳本若無法度互大家行入去，迄個活動參與的感覺無出來，你差不多輸一半去啊！注意，毋通夠去達到迄個地雷。哦，第一，
无迄个共鸣，都差一开啊。哦，爱加油，爱加油。歌水是你的武器，大家拢对你到最后一步，都差迄步尔。差一步，差一步。我等下先行一步。先行。好啦，好啦，为这边哦，为这边哦。谢谢，谢谢。